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 Blue Channel。喺3月3日嘅晚上，我哋已經見證咗新光戲院熄燈拉閘啦。今集就同大家睇睇大會喺2月22日舉辦嘅開放日2.0。點解係開放日2.0呢？因為新光戲院開放日早於1月20日已經舉辦咗啦，今次係徇眾要求之下加開嘅。由於片長嘅關係，我哋分咗3集，上篇同埋中篇係記錄咗千人大劇院裏邊嘅活動同埋表演環節，而下篇就會同大家遊覽新光戲院嘅其他地方，包括從未對外開放嘅神秘化妝間。時間係早上10點，一路跟住人龍順利咁樣入咗場啦。嚟到千人大劇院，呢度嘅座椅係由1972年開幕嘅時候已經使用噶啦，已經有52年嘅歷史。現時喺香港市面已經好難再見到類似款式嘅戲院座椅啦。大家可以聽聽林記允嘅講解啊。咁嗰張凳咧係好值得大家知道佢嘅歷史嘅，佢已經係今年咧係52歲噶啦，應該大過你哋好多噶。咁呢張凳咧就係其實由新光戲院第一日1972年嘅9月啦，去到今日咧都係呢張凳嚟嘅。不過大家唔使擔心，我哋有洗嘅張凳，係啦，係乾淨嘅，好衞生嘅。我哋定期都會有專人洗，同埋咧裏邊嘅海綿咧係換過嘅，因為我哋有翻新過，同埋嗰塊布咧都有換過嘅，咁所以係非常之衞生。咁而最有歷史價值就係嗰個凳框啊！你哋可以自己去摸下咧，其實好有歷史痕跡嘅，都係全係用金屬同埋銅鐵嚟去鑄造嘅，咁係好有份量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大家咧真係其實去到3月3號之後就冇機會再可以接觸到一啲即係咁有歷史價值嘅戲院凳㗎啦。大家可以摸下啦，可以聞下啦，可以咧影下相，不過唔好搬走啊嚇，係因為真係好珍貴嘅。嚟到舞台前邊嘅音樂池，呢度係演奏粵劇音樂嘅地方，大家都可以睇到歷史嘅痕跡。嚟過新光嘅朋友都一定見過舞台兩側嘅對聯啦，就由林記允向大家介紹佢嘅歷史啦。點解會有呢對對聯出現呢？其實就係想傳承翻咧利舞台嘅文化。我唔知在場有冇啲朋友仔咧係有去過利舞台度睇粵劇啊？真係有，你哋有出咗世咩？係。嗱，其實利舞台咧，其實有個傳統嘅，就係佢哋喺個利舞台嗰個舞台兩側都係有一對對聯。咁而李居明大師因為都想傳承翻呢個粵劇嘅文化，所以佢喺新光戲院咧都自己咧係親筆去提咗呢一句嘅對聯嘅。大家見到呢個對聯嘅開頭咧，都有一個新字同一個光字嘅，亦都係代表住咧係閃耀住新光呢一個嘅粵劇文化嘅。咁大家可以咧打下卡，因為真係又係啦，3月3號之後咧，呢對對聯都唔知會係點樣安排，暫時都係一個謎嚟嘅。好啦。然後就到新光戲院大劇場主席李居明大師同大家見面嘅時間啦。大家都係懷住好唔捨得嘅心情呢，係嚟到今日嘅會堂。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，由今日開始呢，我哋正式係倒數10日。10日之後呢，我哋就要同呢座52年嘅香港嘅地標呢，係正式講告別啦！喺呢個咁嘅歷史時刻咧，同你哋喺埋一齊相聚，非常之溫馨，非常之有意思。我哋覺得人生能夠咁有感情地為一件事而聚首喺呢度，一齊去懷念，一齊去讚賞新光過去為我哋香港所做嘅所有嘢。好有意思，特別你哋咁溫馨，能夠咁早嚟到會堂。咁我哋今日由10點到4點鐘咧，係開放6個鐘頭。其實真正大家闊別嘅嗰晚咧，就係3月3號。拉閘嗰一剎那應該係最觸動人心，或者係已經有好多記者同埋各國嘅傳媒咧，已經係話要嚟霸位。要拍攝，所以嗰一晚嘅時候都非常之緊張嚇。咁好多唔嚟新光嘅觀眾咧，都話嗰晚要嚟參
參與呢一個拉閘嘅活動。咁呢個倒數呢10天裏邊呢，我哋今日開展一個少少嘅開放日啦。咁只不過係幾個鐘頭呢，就係應大家嘅一再要求，因為其實開放日已經舉行咗㗎啦。咁係第一次約咗，呢次就係2.0嚟嘅。咁我哋又冇宣傳嘅，即係純粹講咗出街就算數。咁啊諗唔到你哋咁早都已經嚟咗啦。咁有幾樣嘢想同大家分享。第一樣嘢呢，就係最近有謠言話新光會續到約，其實係冇呢件事係準時3月3號呢係要拉閘嘅。拉閘嘅意思呢，就3月4號開始呢，就要拆嘢㗎，即係會拆走啲嘢嘅。咁所以換句説嚟講，一拆嘢呢，新光就已經係唔能夠存在㗎啦。咁10日之內會唔會有任何嘅奇蹟或者任何嘅轉變呢？我嘅感覺就應該比較難啲嘅。咁所以應該呢個完結似乎係冇辦法扭轉嘅，因為要拆嘢呢，就即係冇咗嗰樣嘢㗎啦。所以3月4號就開始搬遷去拆嘢嘅。咁第二樣嘢呢，就係新光喺呢10日裏邊呢，我哋盡量係令到大家回憶新光，同埋我哋做到最好。呢個就係我希望大家能夠喺呢10日裏邊呢，係參與到新光嘅活動啦。咁呢10日裏邊其實都已經排滿晒嘅。第一呢，就係3套粵劇嘅公映啦。大家知道粵劇公映通常1年只係做1套大型粵劇。咁我哋喺短短1個禮拜裏邊，我哋做3套大型嘅粵劇俾大家懷念嘅。3套粵劇都係代表咗過去新光呢係中興時代嘅12年啦。佢哋叫新光嘅中興時代就係2012年到今年啦。呢12年裏邊呢，我哋揀選咗3套最有代表性嘅粵劇呢作為告別嘅。中興嘅呢12年裏邊呢，頭嗰30套呢，全部都係寫傳統戲。個原因就係因為我成長呢都係聽4大戲曲長大，聽何非凡嘅粵曲長大，所以呢，我初期呢寫嘅粵劇呢都係有我少年時代成長嘅影子，所以我寫《填海情真》呢就向何非凡嘅情真致敬嘅。咁後來一路寫傳統嘅粵劇寫咗大量，到第34套先至寫到粵劇特樂譜呢，係精誠所至，今世為開嘅係大量年輕嘅觀眾同埋粵劇嘅觀眾入場睇呢套戲，使到呢套戲成為咗而家目前爆紅嘅粵劇，而且入場嘅觀眾呢係破晒紀錄呢，係老中青3代嚟睇，係成功地呢邀請咗好多年輕嘅一代人士呢，係嚟到真正入場肯嚟睇一套粵劇，以前佢哋唔肯嘅，行到門口都唔入嚟，因為係悶係老土。但係粵劇特樂譜係突破晒，然後我哋先至追睇翻呢我嘅秦王萬疆，同埋追睇翻我嘅今日本世音，先發現到原來粵劇傳統都咁好睇，係因為全部係新嘅戲，同埋呢係有劇情嘅，係有得追嘅，唔係一入場已經知道嘅 ending 㗎啦，即係咁樣。咁變咗呢37套嘅粵劇呢，係為我哋粵劇未來呢係奠定咗，只要你演呢37套戲，其實粵劇係唔會死亡，所以新光嘅中興呢，就係令到粵劇又再掀起個熱潮。但係點知喺掀起呢個熱潮，開始大量年輕人入場開始睇粵劇嘅時候，就要摧毀咗粵劇。喺呢段時間，新光正式講告別嘅時候呢，大家都知道。我非常之忙碌，係因為好多人嚟訪問我。每一次訪問我嘅時候，佢哋都問我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到底新光邊個角落、邊個座位或者邊樣嘢令到我最難忘？我次次都俾一個答案俾佢哋。我話就係而家開始，所有香港嘅觀眾、香港嘅人士
嚟到新光呢一個 moment， 呢一個畫面，呢一件事，先至令我永遠最懷念。因為我諗唔到原來香港人咁有情，同埋香港人原來係咁有童真。通過新光今次嘅告別呢，係令到傳媒人都對粵劇改觀咗，對新光改觀咗，同埋對我都改觀咗。所以你問我最難忘嘅係乜嘢？其實就係嗰啲訪問，同埋你哋嚟新光對新光嘅眷戀，呢個感情先至係值得我哋珍惜，同埋令我難忘嘅。所以冇一樣嘢緊要過，好似今日同你哋一齊傾下閒偈咁溫馨咁有意思。呢啲先至係新光值得我哋懷念嘅嘢。點會係一件硬件呢？點會係一個座位或者個角落呢？所以今日嚟係一種情懷嘅懷念，係一種我哋香港人對集體回憶嘅一個共同嘅參與。係證明到我哋香港人係幾有情，證明到我哋香港人係幾咁可愛。大家嚟到今日呢個開放日呢，我係同新光嘅經理講呢，我哋盡可能呢係開放多啲地方俾大家睇。咁第一次我哋嘅開放日呢，嘅道長團係要攞籌嘅。咁攞唔到籌呢，你就冇辦法去導賞，即係冇辦法可以行得多啲地方。咁我話第二次唔好啦，唔好有籌啦。即係總之你任何嘅人士嚟到呢度，你都可以喺我哋環境嘅空間裏邊可以去進行參觀。咁當然第一樣嘢，大家一定要有機會參觀嘅就係輔導門啦。呢個係我哋嘅第一個神秘空間啦。輔導門就係所有老倌啦。出場嘅時候係分依邊同埋閘邊，就係你一行出咗嚟之後呢，就你再唔係嗰個老倌嚟㗎啦，你就係嗰個歷史人物㗎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有機會咧上個舞台嗰度咧去睇。咁我哋後面嘅化妝間咧都有機會俾大家行嘅，但係好抱歉咧，大家就只可以遙拜遙見呢一個華光師傅嘅神壇。我哋華光師傅呢個神壇係好有規模嘅，即係唔可以喺佢嘅面前不尊敬地拍照。咁我哋都作一個程度上控制。咁另外就係大家可以上到2樓呢，我哋新光過去12年裏邊咧使咗好多錢，過千萬係所整嘅戲院。咁我哋都又有粵劇嘅老倌呢，係扮演唔同嘅造型俾大家一齊影相啦。另外亦安排喺舞台上邊咧，一陣間有個表演俾大家睇嘅。咁所以都係節目精彩㗎嚇。好啦，當然有觀眾嚟咧，就要問一個問題。嗰個問題其實亦係好多人帶住呢種心情嚟喎，就話今次係咪會開放到一啲上次冇開放嘅地方呢？咁係。今次係又開放咗一個地方係上次冇開放嘅，嗰個地方就稱之為叫神秘空間。其實我哋就冇用嗰個地方嘅，喺過去12年冇用嗰個地方嘅原因呢，就係嗰個地方呢，行入去嘅時候呢，唔係好舒服。咁其實我就唔想開放嘅理由呢，我就唔想你哋入去唔舒服，因為我為咗要開放嗰度少少嘅空間，其實好細嘅嗰度。係一個走廊嚟嘅，但係咧就曾經做過化妝間，即係用一條好闊嘅走廊去擺晒啲鏡，然後俾啲老倌喺度化妝。但係化妝咗一次之後，做一次之後呢，我哋就冇再用嗰個地方。點解冇用嗰個地方呢？咁啊，你哋自己諗啦嚇。大家好多人就要我哋今次話要俾大家去睇個地方呢，其實我就唔係好想，因為點解我唔想你哋唔舒服？因為你行入去個地方就唔舒服，咁但係好多人都希望能夠睇下個地方，咁咧就真係睇就喺出邊睇嘅，你行入去咧，我哋就唔係好主張，我哋都唔俾你行入去。咁但係人好得意噶嘛，即係你唔俾我睇，我邊要睇噶嘛，係咪？嗰個地方就會喺我哋3樓嘅戲院嘅側邊
今次嗰個地方就係過嚟，係俾大家睇。今次大家嚟呢，我哋有少少節目俾大家睇嚇，大家有盡情去影相嚇。咁全部自由活動，可以用手機拍。首先我哋由大頭度講起啦。喺新光最值得紀念嘅咧，大家要攞手機影嘅咧，就係上邊嗰啲波波，上邊嗰啲圓頭咧，就係新光嘅最著名嘅地標嚟嘅，就係佢嘅符號。基本上係108個到到123個之間嘅數量。108係佛家所講咧，每一個人咧，大概有108個煩惱。咁所以佢108個嘅波波咧，係代表係轉化我哋108個煩惱嘅一個哲學嘅思維嘅一個設計嚟嘅。咁123咧就係另外一個密碼，咁嗰個密碼咧就不便公開啦，嗰個就擺到宗教嘅一個密碼嚟嘅。呢個波波將會10日之後咧，就應該會拆卸㗎啦，就永遠都唔會再見到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要睇咧，就係個票房前面咧嗰個寫住粵劇殿堂嗰個嘅招牌咧，嗰度係有一個龍一個鳳咁圍繞住。嗱，點解要龍鳳咧？因為龍咧叫神，鳳咧叫有，神有六合咧就係成為金，金咧就係代表我哋嘅聲音，同埋代表我哋嘅喉嚨肺功能，係金嗰個五行。所以粵劇界嘅人士好重視龍鳳嘅，所以以前有大龍鳳劇團。聲音嘅文化就係龍同埋鳳嘅文化。咁所以嗰個粵劇殿堂咧，就係用一隻龍一個鳳咧嚟到管住嗰個招牌嘅。第二樣嘢，咁大家會見到一句對聯，就係叫做歌萬禧舞，盛世和聲。咩叫歌萬禧舞咧？歌萬禧舞咧就係佛教嘅名詞。因為第一套嘅粵劇咧叫做木蓮救母，係佛教嘅故事，然後因為呢個佛教嘅故事，然後寫一個劇出嚟，然後就開展咗呢個粵劇嘅文化嘅，所以粵劇嘅文化嘅開展咧係源自於佛經嘅木蓮救母。好可惜，大家知道呢個對聯嘅來源咧，就係來源住利舞台，因為當時利舞台咧就係香港做粵劇嘅最重要嘅場地咧。佢哋有一句對聯嘅，咁呢個對聯就係好似而家呢兩句對聯咁樣咧，係用中國嘅傳統文化嘅圖騰同埋裝飾咧，係雕刻而成嘅，非常之珍貴嘅。咁利舞台冇咗之後咧，嗰個對聯好短期間咧擺過喺佢哋嘅利舞台中心嘅大堂，但係喺前嗰幾年咧都拆卸咗，都唔知擺咗去邊啦。咁新光為咗要繼承嘅粵劇咧，所以就喺12年前咧，我就寫咗呢兩對嘅對聯，就我親自創作嘅對聯。咁就係講述咗咧，用生字同個光字做頭咧，寫咗呢兩首嘅對聯。咁就係代表咗成個粵劇嘅文化。咁而家跟住落嚟，我哋新光咧就為大家準備咗咧一個演出，係俾大家睇。咁就係呢一個有參與呢個大結界嘅幾位年青嘅舞師咧，有份登場咧，嚟到現場咧，係答謝大家嚟參與新光咧，係為大家表演嘅。好多謝大家啊！咁至於3月3號拉閘咧，就係11:3夜晚，就做完小平地號之後咧，我就同龍傲天先生咧就會係負責拉閘。咁有好多影視嘅朋友。支持新光朋友咧，當晚都話要嚟啦，再一次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呢個叫前面燈。哇！下一集我哋會繼續逗留喺千人大劇院裏邊睇睇幾個小劇場嘅表演。下集見，拜拜。